强行拔倒，故涅槃经涅槃了义，了义告中，破弊偏见，而显说真相、真乐、真我、真正。你今以言为义，以断灭无常亦确定事实而错解不得，玄妙最后的语言长览千遍，有会在即摆这个历祖的祖师大家甲这个先讲讲佛必为凡夫外道，即无相见。佛呢，将这个来比较这个凡夫甲外道，喏，咱来今仔生凡夫，因为咱是即无相像咱是即无相像。外道嘛是安尼无法度人正见无法度人正义正见伊讲诸义先行，无常皆无常无常皆无常。这异性的人呢，伫常内面伊拢讲话做无常，伫常内面拢讲无常，无常当讲常所以这常皆无常之间，搭成共性，八种的颠倒说，故涅槃了义告中，伫涅槃经的了义告中，破弊偏见咱来讲这个物件，要来破咱兄弟姊妹凡夫甲外道的这个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正。显说讲，啥话做真常？啥话做真乐？啥话做真我？啥话是真正？因为咱拢无彻底了解这个真相这个条理，真相、真乐、真我、真正这个理，咱无彻底去了解就讲咱拢人讲听经、看道理、看册、看快，就无去来想。所以中咱来讲，破字、新闻字、新书字、明辨字、读行字，破新闻、新书、明辨，这是由你的功夫，互你真正到底是啥？什么叫做真相？什么叫真乐？什么叫真我？什么叫真正？破新闻、新书、明辨，到尾啊了解了来读行，读行到底尾来咱是真来做所以这人讲甲安尼讲拢足详细，是咱袂晓去甲伊骗出来，咱袂晓深入去甲研究所以咱就愈白嘛愈深。感觉讲敢真正为遐受书一指，安尼讲啥物咱拢天堂挂号地府抽名烧一条龙天标文安尼去着，咱后日当成佛成菩萨咱就先就怀疑起来，因为咱若继续追求，确实就是安尼问题。但是咱若继续追求这个真理，了解了后，咱会将认真来行，认真来做，认真来修，认真来奉来。有一日会转去咩？会转去，因为迄就是安尼转去所以咱从伊咱都读过对合理事实只开始一来讲讲成君子的三个条件了后，讲到20章，当真正可为上事答案讲主理顺，天之的所在意强，稳极其中事爱困着天道严重，就是安尼姊妹，咱若真正为是真修，互咱若无法度真正稳极其中，将这个道理解读好，认真对这个理来行，咱会得到开强的，当然重要咱有天道无？咱袂转去毋是顺地有天道尔呢，咱大家都有天道的。所以民主第7点内面，咱人讲人人可以为尧舜，伊是咧讲讲孔圣人。因这地主自合字开始编到尾20章，叫做尧章。
人开始进入去吸取到尾，都甲咱叫阮调试谢谢。经验就是安尼。所以孔武祖在俄罗兰咧，直接俄罗兰咧，话啊，你先这款互演技不是钱，上道人的，上道人。伊若无人道，伊的头脑要趁钱要做大官，足简单的啊。不过孔圣人，伊就系俄罗兰会的成景条普通人无写下。所以兰会成景是要去做人，就是已经升到圣人的境界啊。伊伫论语在经来讲过，庸之则言，下之则走，唯我无逆有是。做就来做，天分就来天分。敢若你话啊，甲我孔武，我就安尼。别人拢无度，3000地主独占咱呢，所以呢，伊毋当去考虑到身高福性的境界。伊也活咧，已经成圣了。孔圣人就来认定讲，已经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是死了先圣人呢，在活人就圣人。修行嘛是安尼，毋是食老死，等修呢，毋是。去少年比少年人当时，甲食愈老愈无愿意啊，嘛愈无体力啊，愈无力量啊，愈无智慧啊，骹慢手慢啊，行行都莫行咧，爬起来就剩一个晕，甚至连翘骨咧，目睭阁糊咧，头脑阁歹咧，要做啥？咱难讲，愈早愈早，愈紧愈早，是咱真正，真正是深，爱愈早感悟，愈早来做，咱一定快乐，这是小个代志啊。所以啊看，这个什么人，这个做叶公，对有孔子的主导，朱罗也讲也讲。孔圣人啊，知影了后，甲就讲：逆邪不乱，以为人啊发妄心，乐以忘忧，不知乐之将之无也。咱一定爱清早早修道，咱一定一定爱有这款的我就讲，我是想讲，咱爱孔明的心境，孔明先生的心境，老毕伫地上读书。诸葛亮，诸葛孔明先生，老毕迄个时阵，伊嘛足清楚规孔尔啊。伊讲本在是归于周批，师祖可负则负之，不可负则处以代之啊。诸葛亮会惊着，孔明先生会惊，拢老规身汗刷赶紧过来，讲神命鞠躬尽瘁，师徒矣。伊讲你的才华呢？比周批高10倍，那阿斗会负责，你起来负；阿斗若袂负责，你本身来做暗路，为了天下间的重生。孔明先生伊会惊，你为这个人遮大方啊？你凭这个遮大方啊？我袂知影，煞还没不家己，讲神命鞠躬尽瘁，师徒矣。所以南怀瑾在写的《论语》比赛也讲，讲诸葛亮、孔明先生500册，老毕1000册，老毕那就要点落1000册诸葛亮先生读较好，老毕先生比较好，用早讲要上桥，互伊真正去真热情，所以就是到死无断完这个诸葛亮是去死战场呢，伊毋是死营村呢，毋是受奖正请呢，不是呢。所以这个人，今仔日道三义大概普渡讲伫咱书里，咱爱有这款的这个观念，就是讲咱父老前人，伊大了有遐尼庞大的财产，下地于一切5代之先，在咱台湾开荒灭境，咱台湾。
咱人类组才有法度开发出一片的天下。若无真正带咱老前人迄款心境，即个天下无，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来做，想办法来做。所以咱刚才讲这主义先人呢，无常即无常，伫常当中呢，来看出无常，所以来重视八项的颠倒，八项的颠倒。古业环境了义教中呢，要甲咱破咱的真正咱的偏见，破咱的偏见，而显出真相甲真恶，真恶甲真正。你今依然为义，你今仔日呢，照这话来讲，其实迄个意义你就无法度去了解，义来违背了这个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事常，以断灭的这个无常，及确定这个事也做常，而错解佛的玄妙，最后的义。所以呢，你着甲从佛的讲的，从佛的讲的，你颠倒来解说，颠倒来解说。所以错解了佛的这个玄妙，最后的这个义言，伊错解了佛这个玄妙，最后的这个上好的话冲咱千遍，互你看1000遍，有何用在？有何用？互你看1000遍，对你到什么道理？所以看见爱听物件，是咱人伫这世间是袂当悟尔，毋是捌足侪字的人，伊就是会当悟呢？毋是，你捌听过凡西装性命有时节无？一骹项布地啊歹的，就会当去讲经物件。伊捌字无？伊拢捌字，伊拢捌字。伊若要去讲经呢，伊要画一个图呢。就叫王和平先生甲画，要叫我讲的。阮真伫西庄做银行，因为厝拄伫阮西庄对面一条巷仔是，你甲这个来画画我讲信神来，要画啊，你会晓讲啊？拢伫后尾，我怎么讲啊？无你后尾，我怎么讲？然后在人讲经理，学点做经理，做爱车小生意个，伊咧讲。